后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来压料，讲伫因兜的门卡口长期停一台可疑的机车，疑似装设监控摄影机来偷袭，伊报警处理，到今也无结果，怎互那边立委经体考试，讲莫有遐尼多猜测啦。沈碧荣深夜阁抛出着新事证来反击。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豪冇回应，讲当时查无事证。但是有加强来维护着沈碧荣的安全，若有新事证，会请伊过来报案，积极侦办。报名公布关键事情，相片内底这监控镜头翕的方向对准引导门下口。民进党立委沈碧荣真不满，因为进前指控扣人军装，就是这台有问题的奥多麦，将监控搁甲人偷袭，遂赶紧报警处理。想到无到2点钟，这台奥多麦就消息碰见，不过有人感觉讲是行车记录器，唔是偷袭。这种天线、这种劣质的针控，怎么会是行车记录器？在公共场合如果发现针控，除非有国安的疑虑，不然的话呢，也只能慢慢调查。沈碧荣分析，这监控常会隐蔽，斟酌看电池佮收伫咧机主外边遐，假做是奥多麦落失。不过报警了后，决单无结果，辖区的治安分局回应，看周边敢是影像嘛查无非法，警察问敢要提告，传唤涉案的民众到案。当时是抛手跟他们做联系的，当时说暂不提告。那这个部分，如果现在他有新的事证，我们会积极来侦办。另外，针对沈碧荣今年4月接到网络恐吓邮件报案处理，警察回应讲 ，IP 是伫咧国外无相关嫌犯的资料，那边的经体讲，敢讲是家己伫咧讲想。如果没有，就是没有嘛。那一直还强调有，我觉得这个，只要你自己觉得有这情况，就去报案，相信检警的办案能力。如果你们真的关心的话，你们现在敢不敢直接立法说在路上不能够有摄影机？这个民意会有多大的反弹？根本就是不懂法律的法盲。强调家己未拍前惊，会直接通报，请相关单位查明真相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